到台北汀州路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，体验片刻悠闲的乡村步调。走进客家文化中心，客庄生活一一呈现。借由完整的伙房模型，让我们清楚了解传统客家的生活方式。他在开机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伯公的这种计划哦。那主要目的，他希望这个伯公来保佑我们全这个家庭的平安。经过导览员详细解说，也得知客家方式的由来，也深入了解早期苗栗客家庄在秋收时以稻草编扎云火龙。除了感恩收成外，也为来年的丰收祈福，并绕进各村落间，保佑村民平安无灾。大家的话，拜拜以后会把香插在这个龙的这个稻草的这个身上，它会像一个龙在圆端里边。坐落公园里的金字亭，传达美浓客家先民勤耕雨读、浸字习纸的传统美德。而宽阔的园区，更是喧闹都市中难得的绿地。这里有开阔的空间，每到假日到处都是人，满奈都黑人，满奈都黑人。茶山水田主要展现客家先民耕山耕田、与地争利、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，同时也开放市民认养，体验农耕乐趣。客家的这个都是以丘陵开垦的话，它一定是类似梯田的这种方式。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，不妨停下脚步，探访传统客家文化，从先民的智慧和精神，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。上课喽！满奈都黑人，满奈都黑人，满奈都黑人。